台语真灵动，愈讲愈灵动。大家好，关边。大家好，我是粉酸。好，咱讲网络的代志，听起来心情足歹迄种代志。今仔咱们来讲一本网络顶悬足像的红仔册。对，尤其你进前，佫真介讲放假。这个放假册吼，伫网络顶悬吼有一点点啊淡薄讨论度。这套放假伊叫做《行车人》，佫总共有4集。伊这个图啊，真正大家会使看这个封面，伊真正规个人物啊，像这只3只鱼啊，拢画甲足高水的，佫有这只真高水的。生物，嘿，生物，唔知影是啥。对，毋过就是真高水。真高水，这本册的故事吼，就是咧讲有3个熊来地球遮拜访了后，伊要倒去因家己的行星的时阵，到外太空的时阵吼，熊熊啊，就咧青石啊飞过来。嘣，弄到因的太空船，所以因为呢，因就一定爱伫另外一个星球停落来检查因的船到底出啥物问题。结果弄一个就大坑伫遐啦，我都因嘛无油啊，嘛无物件通去修理，所以吼，因只好伫足侪个星球内底，就是爱找真侪替代能源，会当互因来弥补因太空船需要的能源。所以因就拄着足侪代志。而且后来是毋是佫拄着这只？哎呦，这只我跟你讲，这只一定要介绍。伊头顶有几个啊叶啊，红色的叶啊人吼。大枝树叶啊。嘿，伊是某一个星球内底的一个原住民。因一开始拄着伊的时候，伊是咧浸温泉。啊，因拄好因为因的船歹去嘛，啊停伫一个所在嘛。啊，伊咧浸温泉浸的时候，忽然间，迄温泉总喷起来。为什么会喷起来？爱看册才知影。对。伊伫故事内底，伊就会一直发出呜啪呜啪的声音。啊，当呜啪呜啪尔，伊其实无台词，但呜啪呜啪尔。嘿，真诶，而且伊的形啊，看起来佫真像细汉的时阵，我咧看迄个神奇宝贝。哎呦，对呢，真正足像的呢。敢会晓为球内底甲弹落，迄拄甲收起来，啊无甲叫出来。所以吼，为什么咱要介绍？因为吼，这本册伊适合，譬如讲国小的学生啊。即马主要就是因为国家语言发展法，除了原本国小都有咧教台语，啊，佫有国中、高中拢会开始教即个台语，就是今年9月开始。而且因为即马佫有108新课纲，所以就会开始要求老师爱伫课程当中加入一寡新课纲跨领域的教学。所以我感觉参地球科学的老师嘛，真适合来教即个教材。是，佫有你也当做吼，囡仔人吼伫厝的时阵，即马有当时啊疫情一起来，互囡仔去看这放假册，伊种迄 YouTube 顶悬的啊，声音档，落去听，伊可能慢慢吼，伊的台语会愈练得。主要就是这啊 QR code， 顶悬有这 QR code， 所以大家会使直接用手机啊，就会使直接听到伊的声音档。是，我有听过吼，伊的语调吼，真正比我讲了更好。虽然伊讲是录音的啦，啊，咱这是现场伫遮咧讲，有当时啊，迄语调吼可能无啥物对啦。啊，我有当时啊感觉就是你沟通嘛，你看人咧讲话的时阵吼，听有就好啊。对，啊，毋过伊迄录音哦，录甲足标准的啊。现互大家看一下，伊慢慢啊开始讲伊的故事，佮掺一寡地球科学的知识伫内底。就是讲伊的故事内底啊，伊毋是讲干那规篇故事讲了尔，互你笑过都无啊。伊内底就是伫每一个故事讲了后，伊的后壁佫会有题目，互你结头壳。像这几工一直发生地动，像咱台湾啦、亚洲啦，足侪所在吼，拢常常咧地动。地动的时阵吼，你就有当时啊日常生活一直咧地动，你接触着这个地动的时阵，你就会当去了解着地动到底有几个原因。请我甲你讲，我拄好有一个室友，伊是地球科学系的。哎呦，迄当时我就摕这本册互伊看，伊就讲哪会遮趣味，因为伊嘛无看过地球科学的台语放假，因为正常的台语册大部分拢是文学，或者是文学史。像这本册就是真新式、真适合囡仔，大人囡仔拢会使做伙看。所以伫即马市场顶悬吼，莫讲放假册啊，像你较早讲的文学册啊、艺术的册，其实吼伫市场顶悬咧看吼，就真少。比起迄种迄华语的册，真正是足少。啊，只要吼有出版社吼出这台语文的册的时阵吼，就欢迎吼来甲阮讲，阮拢愿意吼来甲这册吼推广互大家知影。出版社来册，阮经过了后，感觉介意的，咱就推荐互观众朋友知影。所以吼有当时啊，你看咧市场顶悬，慢慢啊，因为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啊开始愈来愈侪人注重台语的时阵吼，台语的册就会愈来愈侪。大家若是有介意，或者是讲遮有108课纲要教台
台语的老师有看到嘿，拢会使来参考这本教材。我相信是会使引起学生囡仔的学习动机。安尼后个月开始吼，咱就要开始讲一寡寡，比如讲吼，咱第一集咱就会请一个最厉害的人来访问，接下来吼，咱就要开始来讲台语歌的故事。哎哟，真正我足期待，自年初开始讲要做，一直拖到今啊。总算要来去做一个，我足期待的。你会当唱歌，咱就唱歌，规集拢来甲唱，从头唱到尾。看迄个后置要安怎去做。重点是大家真正会使来看这本《新车人》，真正足赞的。对。哎呀，会这时间继续收看咱的台语一年档，拜拜。